伫新竹的香山一间农场呢，这内底是饲真侪古水的动物，便若是休区哩，就成真侪人来到遮佚佗。也毋过呢，这业者经营3栋外所，互人讲做是违法的做生意。业者解说讲有提出申请，也毋过呢，这市政府煞直直拖咧，无要互通过。也若新竹市府是回应讲，一切拢是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。拿下面一点。摕草啊饲古水的羊啊，囡仔感觉真欢喜。这是新竹市一间农场，民众只要买票就当入去佚佗。不过，就是这个行为，互市府认定是展出动物的行为，连续甲业者罚款7摆，总共罚125万。我们从112年的5月份开始营业，其实到一开始营业的时候就已经有被开罚，因为他市府那边认为说我们在农地上。然后做营业行为，可是我们其实养的这些动物都是法定的家畜家禽，我们会希望说，就是市府这边先了解一下，说到底其他地区的休闲农场他们的申请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步骤。虽然业者吹讲这些拢是家禽，不过内底饲的动物包括地鼠、羊、骆驼、回鹿等等，对相关管理单位来讲，煞唔是安尼。市府依动保法共裁处7次，合计125万元罚款。目前业者已缴清前6次的罚款，第7次罚款如逾期未缴，也将依法催缴及强制执行。这个亲子景点其实它不算是农场，它没有依法申请动物展演许可，它就进行了这个展演营业。经新竹市政府裁罚，然后逾期没有缴，才移送我们新竹分署强制执行。新竹市府指出，目前农场申请到单，因为各有欠点是也未过关。准则农场已经6000罚款，所以去赶快针对营业项目进行稽查，要求业者做好相关的改善措施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